国内政局上界大挑战的所在，有哪是离我远啊？过半数的在野联盟，互人真意外，不只是开会无照议事规则，通过法律违反宪法，更加大大煽动冻结中央政府总预算，影响政府的运作。当世界各国拢伫警戒中国强权抗中的时阵，政府提出来国防预算甲国安法制，却遭受在野党的阻挡甲背干。伫如此情形之下，台湾人民有感于国家的安危，这个月珍贵的力量再度出现，不但有青鸟飞出。公民也自主发起大罢免，民进党必须和公民同行，斗阵承担守护国家的责任。大家讲好不好？